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花蓮萬里溪的崩山湖。到目前為止，這個水並無溢出來。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官桂連成講，為早起的9點開始，把紅色的警戒降級，降為黃色的警戒。除了破病甲行動無方便的居民之外，其他的民眾攏會當回去厝咯。不過，這個溪道的範圍內也是維持紅色的警戒。我們說有睡得好，有沒有吃好？居民攏來參加衛生所安排課程活動，雖然佇咧收容所食好困好，不過會當回去家己的厝才是上好。就驚萬里溪崩山湖溢流造成災損，各單位唔敢凊彩，甲213個居民做預防性的撤離。不過日子久來嘛，互袂少民眾開始怨嘆，等太久10幾天了。然後有家回不得，這樣，即使我們在依親的部分，其實我們也很不好意思打擾自己的親戚。面對災情的威脅，甲遮濟工的等待，好民眾的生活攏亂去，農民甲歸農的收入嘛攏受影響。甲在今仔日總算是等到好消息，除了破病甲行動無方便的居民，其他的居民攏會當回去厝啊。相對的，在整個攤方的這個形成的這個壩頂，它的支撐的力道比較穩固。這收容的民眾啊，已經收容了非常多天了。我們將紅色警戒降為黃色警戒啊，然後下午我們觀察6個小時以後，再做進一步的這個部分，這個決斷。看空翕影像，崩山湖目前無發生溢流，嘛無明顯含沙土造成壩體繼續破壞。若涉流的所在繼續水咧流，量閣增大，不過大水對水馬影響，目前判斷敢若會佇咧溪水的範圍內。鄉長摕手機來回巡視，今仔日早起溪水閣正濁。林寶樹花蓮分署的分署長黃君徹解說，這是因為昨落大雨，落水是正正常。若根據上新的觀測資料顯示，今仔日早起10點10分，目前崩山湖的水量已經到566萬6500立方公尺，壩頂的懸是1087公尺半，即賣水位是1088公尺87公分。但遮濟講，居民總算會當恢復正常的生活。雖然警戒降級，不過相關的單位原來繼續用空翕機來掌握壩體的狀況，同時監測水位的變化，來確保居民的安全。